而家都會睇到好多櫥櫃廣告，都講佢家用嘅 Super E0 嘅板材。咁到底我哋需唔需要用到 Super E0？ 咁乜嘢係 E1，乜嘢係 E0 版？今日就同你分享板材嘅知識同埋佢嘅歷史。喺2022年之前，我哋訂造家私係用 E2 板材，佢嘅甲醛釋放含量係 1.25， 因為當時政府係冇實施管制甲醛釋放含量，當時用嘅 MDF board、particle board、plywood 都係屬於 E2 板材，所以家私價格亦都比較低。咁甲醛係有機化學物，無色刺激性氣體，04年已經俾衛生組織 WHO 確定為致癌物。但係嗰個時候，本地已經有出產 E1 板材 ，E1 就係比起 E2 低9倍甲醛排放嘅木板，佢嘅排放量係 0.124。嗰時本地係冇用呢個板材，因為當時政府係冇規定。咁係邊個喺度用？就係 Europe country， 因為 E1 係 Europe standard 就做出口，所以呢啲係22年之前發生嘅事情。咁嚟到2022年1月，政府正式實施 MS2750， 就係人造板甲醛釋放含量。當中 MS stand for Malaysia Standard， 呢份 memo 提及到符合規格嘅板材係有 E1、E0 同埋 Super E0。實施之後，我哋而家用嘅訂製家私板材都係 E1 版。咁點解政府要實行呢個措施？其實係有5個 factor， 但係主要係為咗我哋嘅健康。咁你肯定有個疑問，咁 E2 版呢，仲有冇喺度用啊？答案係仲有嘅，就係出口去其他第三方嘅國家，或者攞嚟做 loose furniture。咁而家嚟到大家比較關注嘅就係 E1 versus E0。E1 就係安全水平釋放，亦就係我國嘅標準。咁 E0 版佢嘅甲醛排放量係 0.05， 但係佢對於潮濕唔係咁好嘅，係因為佢少咗 urea formaldehyde adhesive 粘合劑，而呢個係會釋放甲醛。因為要做到零甲醛就少咗呢個粘合劑，所以到而家 Europe Standard 都依然係 E1 版。講到呢度，你係咪聯想到唔怪得訂製櫥櫃價格越嚟越高？呢個就係其中嘅一個因素。E0、E1 同埋 Super E0 肉眼係睇唔到佢嘅分別，係由商家去講解佢哋係有乜嘢 grade。Super E0 咁就當然係更低嘅排放量係 0.03， 比起 E0 少1倍，聽上去係好事，但係未必。Super E0 喺堅硬度或者喺防潮濕都係比起 E1 同埋 E0 嚟得更低，因為製造商研發嘅方向係釋放量超低同埋環保，就唯有犧牲堅硬同埋襟用。咁呢個板適合用喺邊度呢？就係 hospital 學校或者係乾淨室，價格比起以上嘅嚟得高。咁你可能都聽過 Eco NAF、NAF、ENF、F4 Star， 其實就係 Super E0 嘅進級版。例如 ENF 佢嘅排放量係 0.025， 都係大同小異，只係唔同嘅國家用嘅名稱，所以好多國家嘅 standard 都仲係 E1 版。你聽咗咁多唔同嘅板材，其實就係 market strategy。所以 E1 版或者係 E0 而家普遍嚟講都仲係 E1 版，但係因為市場需求增加，又或者網絡追捧嘅 E0 就變咗 market strategy， 所以好多廠商都生產 E0 版。咁 consumer 價格當然都會相應增高。睇咗我以上嘅解說，以後覺得櫥櫃價格高，咁你就明白知道原來係原材料升級所致，因為你而家用嘅都係符合規格嘅板材。今日影片就到呢度結束，希望呢集影片可以幫助到你。如果你喜歡我嘅影片，請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我係 Sean， 我哋再見，拜拜。